顾不将，你是安怎的？顾不将呀，那你是安怎？哪会哭到安尼啦？你是咧哭啥物？你著赶紧讲啊！加问的啦，讲是真正爱讲啦，我是也是爱讲着啦。我若要讲，你著赶紧讲。敢毋知影阮大嫂强掠伊？被伊动主？是啊，你哪有可能？你向掠？我想嘛是无可能。啊，毋过明明是事实的代志，我亲目睭看到了。是啥物人家掠？啊，着啥物？互迄武林高手，人拢叫伊啥物？对啦，啥物翻我三煞啦。家掠去倒位咧？啊，一定嘛是领去迄个潘庆珠呀。啊，甲你讲啊，是白问的啦。你哦也袂去救阮大嫂啦。啊，阮大嫂是你的情敌啦。吼，你即摆一定哦，现你袂当紧死，通较紧接有白路啊，对无？你这心肝底哦，一定暗暗伫咧欢喜啊，吼。我有想要救，不过我无能为力。我就知咧，加讲的啦。啊，我要找阮大嫂啦，大嫂。公主，公主，你带我来去见潘庆珠。公主你，公主，关我三煞是潘庆珠请要来杀我，我愿意用我的性命来去换平伊同主。袂用的，公主，你袂用安尼做，你就是安尼做，潘庆珠也无一定会将白衣公主甲伊放出来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来见潘庆珠。公主，你袂用去。啊！你千万来不可，做公事也你是金鸡哦，摇久。也出去你是白桑树，你爱冷静啊，知会三思。伊情经有两摆，救我命，阮为伊来原谅伊，伊落雨的伞啊现。也愈啊着因此做不行，阮愿将性命做牺牲。公主你千万啊！爱冷静，迄个无谓牺牲啊，万的不能啊！若要来救伊啊，出险境，只有的一个，迄个妹的存声。为最先，好，我来去找伊。白衣公主避去，只有你，只有我大通去救伊，我求你。为最先，敢讲你还阁记恨在心上？那安尼，你答应要救伊啊？是安怎？你毋惊？是毋肯，只是敢有需要我去救？我袂明白你所讲的意思。你当然嘛袂明白。人互人掠去是事实啊，哪有迄个无需要人去救的道理咧？公主，我的对魂七绝剑在某天岭上，已经败在着伊白衣公主的手下，这你是知影。搁再讲，关外三煞
有可能先擒着伊白衣公主，交互伊潘庆珠。由此可见，三帅武功是伫咧白衣公主之上。毋是我梅俊生一个人会当救伊。魏春生，你若唔求便饱，我袂听这提示之言。这是事实的啊！魏春生，我知影你心肝内还阁忌讳，你一敢接受美国，所以你恨不得白衣公主伊早死对无？我总算看到了。大哥，你敢真是亲像邱无兰伫咧讲的迄种人？如我想袂到，我上敬爱的大哥，竟然会是一个见死不救的小人。如果白衣公主伊袂有性命危险，伊武功高强虽灵比，三叔啊好能济互伊。毋过，伊毕竟是事实啊。白衣公主是故意，其中必定装献机。大哥此话从何讲？故意逼琴，这是说不通。伊想侵入伫家去探访，有倒是钦察着爱钦王。这未免太冒险啊！不入好险，言知好惊。你尽管放心，不免惊。这是绝好机会，正是你，是毋是小王爷？大哥之言虽有理，我却希望王爷毋是啊。如我知影你对白衣公主迄段情是无法度通好袂记，但是，阁无偌久，就会当证实伊是毋是小王爷。大哥，小王爷已经掠入去地府，有一面一日来，毋知有性命的危险无？小王爷伊是故意诈败未去，凭伊的武功，应该是无性命危险才对。毋过大哥，到即摆拢还无动静，我实在真袂放心。咱着要耐心等待小王爷伊的消息。大哥，我恨袂当即摆就冲入去帮助小王爷。袂用的，千万着袂用轻举妄动，安尼破坏小王爷伊的计划。那大哥，你的意思是？咱两个守伫这个所在，虽然咱是离地府无近来讲，但是对地府的一举一动，咱拢非常的清楚。一旦若是有问题者，咱就要马上赶入去帮助小王爷伊一臂之力。哎，大哥，你看，迄位是毋是公主啊？奇怪，公主邱无兰，为何伊会一个人进入地府？真好，实在也真好。想袂到，毋免互我费气力，你竟然家己送到到位。你要杀的不是我，请你将白衣公主甲伊放掉。
好，我即马就会用个带你来去见白衣同志。李同志，公主，李同志，你来别叫安尼，你来来遮咧，我是要来换你的。你唔对咯。白衣同志，你这个痴情的公主实在也真戆，竟然我无甲伊请，伊搁家己要来送死。白衣同志，安怎？你想要反抗是？你若反抗，树木来马上就会死。花公主，我是要来换伊，你就放你走。公主，你实在不应该来啊！你讲，我唔当会骗去啊？无唔对，你已经去互阮骗，也不过原心，你今仔日冤仇就会当报，当时害死你的人就是白衣同志，唔是我残忍，派人来杀你袂巧。既然先动动我自死，就是你派人杀死你的亲女袂巧。无唔对，当时是你咧逼因两个人交口供，因为伊惊死，所以我才会派人杀伊袂巧。你写这张口供只会当写成就伊白总兵的枪标，但是我最主要要知的，就是后母的主持人是什么人。讲。我是伫迄个万不得已的情形下，我才忍痛灰心，派人来将伊杀死袂巧。你这个女人太弄动了。哼！你即摆应该知影讲，我对你的分受偌深，我嘛要互你死，但是我袂当互你遐尼快活死。大人啊！在。行。白同志，白同志，白同志，你紧走啦！我是我爱你的，紧走啦！等你有几日的时阵，你若唔紧走啦，我就快死啦！你一定会无好结果。你紧走。牛北阳，是小姐你。我有一件代志想要求你，唔知你是毋是肯答应？小姐，只要我能力，若有办法，我绝对无第二句。我求你救伊，什么人？白衣同志，牛北阳，你是毋是有真心伫咧爱我？只要你若肯救伊，我就答应嫁你。真实的，是真实的。你无想要娶我？小姐，我做袂到。你惊死？是，我惊死。我若是救伊，别人就会害我。牛北阳，小姐，请你原谅。
免搁再讲，你要讲啥，我拢知影。也毋过，我做袂到，你莫为难我。阿文伯，伫家大大细细，只有你一个人，明是非，分善恶，感觉连你也毋肯帮助我是？也毋过，我是一个奴才啊，我无能力为。你有，只要你恳求，你有能力，阿文伯，我求你。小姐，老奴就迄忠义主人，不管你主人的行为是对啊毋对，我一定爱忠义主人，我绝对袂当违背伊啊！阿文伯，小姐，请你原谅我。阿文伯。公主，公主，李同志，李同志，都是我害你，你袂用伊死，你千万袂用伊死。唔得啊，忘掉。公主，你实在不应该来。想会到你一来，反倒转，我所有的计划拢总叫你破坏。这是安怎讲？公主，你想，以我的功夫，应该无法度通掠我身，我是故意造反，目的也是要暗地就以潘公主的身上查出幕后的叛心的证据。你一来，拍破就我的计划，我的目的袂当达成，反倒转，我袂当来甲伊抵抗的机会，所以才受伊这样的毒刑。李同志，我错，我对不起你。无非，这是我的妙解之处。李同志太可怜，我本想救你，替你死，还害你。
伫咱临死之前，你还阁唔肯讲一句我想要听的话是？公主，我确实对你讲，我将来就唔捌想讲要爱你，我哪会要骗你呢？我再讲，小王爷，伊用心良苦，伊为要来做成就杨妃娘娘伊的心愿。你一定爱尊重就伊小王爷的意思，伊装模作样，也是为要互你讨厌。伊也希望讲你嫁互伊五殿下。我唔嫁。公主，小王爷，伊一片的苦心，你就爱去成全你，你就爱甲五殿下成亲啊！你若知影讲小王爷伊是一片的苦心呢？因为我，你也知，我就是小王爷。公主，这秘密酒，你甲皇上知影尔？是。白公主，白公主，我来救你！白公主，白公主。